大家平安。今天3月1号，我们要来看在家会主马可福音4章30到41节，主题是上帝国像什么？我们先来看金句4章31到32节。上帝的国好比一粒芥菜种子，是世上最小的种子。有人把它种在地里，过些时候它长大起来，比各种蔬菜都大。它长出大枝，飞鸟也在它的荫下搭窝。经文分为3个部分，30到32节芥菜种子的比喻。那33到34节对大众若不用比喻就不讲。另外一段的故事35到41节说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那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子它很小，但可以长成大树，高达3-4公尺，可以供飞鸟来栖息。牧师在以色列有买过这种子，还有也看过它长成大树这样的一个芥菜。天国就好像种子一样，本身很小，但是潜力很大，它可以生长快速，而且这个谈到天上的飞鸟呢，是可以代表世界万国万民。那表明上帝国的福音是要传给世界各国的民众的。借着这样的比喻，耶稣从人让人从平常的生活当中能够看见上帝国，或者说从上帝的国能够透视我们的生活。因为耶稣的比喻，人对生活有崭新的体会。即便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上帝国的一部分不是我们死了才遇见上帝国。正如我们不知道花草植物它是怎么能够耐得了这一些的寒风或者是酷热，那我们也不知道上帝国如何来成长每一天早上如果你看到这些花草树木甚至这些的昆虫都可以让我们更谦卑。因为每次我们手捧一碗饭、一个馒头，我们都要惊讶说，上帝可以借着不一样的方式来赏赐给我们。还有哪一些事物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的？太多了那好像种子一般的平凡农民，是他们的种植使得这些的飞鸟可以栖息在其中，或者是他们可以得着饱足。另外一段故事也提醒我们，生活不可能总是很平顺，都是风和日丽那耶稣和门徒在小船里面，忽然起了暴风，在黑夜里，他们面对了狂风巨浪他们忽然说：“我们怎么活门徒就叫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还在睡觉？”尽管他们看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此时此刻，他们遇到他们生命的风暴的时候，他们只能说：“夫子我们丧命了啦，你不顾吗？”那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常你有参与到聚会祷告但当不一样的风暴来临的时候，可能面对生病、失败让你躺在床上不能工作，你无法正常的生活饮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像门徒一样说：“夫子丧命了，夫子你不顾我们吗？”耶稣醒了，他就斥责风，他就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这时候风就止住了就大大平静。在平静风和浪之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故事的结束不是在于耶稣平静风和海，而是他平静了门徒的心灵。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耶稣掌管万物，连风和海都要听命于他，他也要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他，我们就会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我们来默想你曾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慈爱的经历吗？那你曾经有从平静的安稳的生活到突然遇到狂风巨浪的经历吗？这样巨变的日子使你对主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跟经历？有什么不同吗？跟以前你的信仰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在平凡当中，我们也能够体验到上帝国的同在，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这位全能的主。当我们遇到风暴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信心来呼求主啊，救我们，主啊，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经过这些狂风巨浪，到达平静安稳的地方。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